指引我的圣使，这次又是哪个副本啊？最后强调。哎，是，哎呀，不是游戏穿越，不是游戏穿越，哎，快坐手，快坐手！哎，不是就不是嘛，动什么手啊？南瞻部大道，《三界上古神话演义》中说，远古时代，三界四周，东胜神，南瞻部，西牛贺，北巨卢，名山市属于南瞻部州。哟吼，还是有点脑子的马基里。哼哼，作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家，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储备，瞧不起谁呢？切！哎，听说了吗？名山大学那个怪谈任务刚刚又升星了。昨晚的爆炸闹的吧？哼，也是邪门，都1个多月了，去了那么多人，硬是没找出原因啊。现在危险升级都没人肯接了，有损防务署的郑镖头正头痛呢。哪儿来的中二病？这不是剑侠客那憨货吗？剑侠客啊！刚来就惊动了天书，除了古精灵，还只有这家伙。你们侮辱谁呢？这小子蠢到惊动天书，而我们古堡一来就干翻4星妖风，有损命域试炼，直接金满照壁。他配和我们古堡相提并论？有损命域试炼。命域，天命之人异于常人的根本啊，决定着天命之人的战斗实力。这面照壁就是检验命域强弱的，命域太弱通不过，就别进时空之息送死了。而通过的人，照壁会视命域强弱，呈现金紫蓝绿白5级光芒，金满照壁为最顶级。目前只有古精灵达此成就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拦我干什么？你的实力反作守卫妖风可见天仙战士，多帅气啊！走，傻妖风！你搁这干啥呢？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难不成怂了？哼，怂？我是那怂人吗？我只不过是在酝酿。什么低级命域呀？怎么会这样？啊？啥意思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可是被上天选中的男人，绝对是这玩意儿的问题。嘿，吼，吼，嘿，嘿呀！裂了！郑镖头，天启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弄坏这面照壁的人啊！啊，少年，愿意猎杀妖风，冲锋陷阵吗？愿意做一名真正的勇士，正视淋漓的鲜血，守卫3界吗？那个不必多言，我懂。照壁一修，宝剑难觅。如此好剑，就该饮尽妖风的血。而你，少年，注定成为伟大的战士。
我一直这么觉得。我好像闻到了一股套路的味道。眼下有个任务，正需要你这样英勇的战士去解决。给。